好，我搁来分享一啊你也有个。对，咱会买这个豆菜。咱一般豆菜若无买等下若无水食吼，放一工就乌去啊。迄真正都唔敢摕出来煮，互阮翁食，还是阮囝食，无去用念。我甲你讲，这豆菜买倒来呢，假使今仔日无水要食，你就先甲处理咧，譬如讲这甲晾掉，吼，啊甲整理咧，整理好了后，水甲呛一下，洗咧，洗好以后，咱就摕一个这个保鲜袋，同款的，安尼甲落入去。重复使用拢会使。对，这个物件最好用的，来。拢好，安尼落入去了后，啊袂哦，啊袂吗咱就摕这个滚水，唔是烧的，就是咱一般的迄个开水，啊甲倒入去。哦，咱煮过、下过。对，也是矿泉水嘛，千万唔通用水道头的，因为迄有准，所以较唔好。困，有困。来，哇，哎，这一水吗？我甲你讲，水一定要淹过豆菜。安尼。对。哇。哦，安尼了后。咱就甲伊封起来，哦，放伫冰箱内底，哇，嘛是放下加层哦，安尼甲冰入去，阴啊就好啊。对，3工以来你去食这个豆菜，啊，搁新鲜，足好食。哇，这搞得搞唔正呢。